每一天，牧师陪你读圣经。今仔是9月7日，哥林多前书4章14节到21节。我写这个互恁，毋是要互恁见笑，是看恁做家己亲爱的囝儿，在甲恁教示。恁虽然有几万个教导的人在教恁捌基督，毋过老爸只有一个。通过福音，我伫基督耶稣成做恁的老爸，所以我劝恁着学我，因为安尼，我找提摩太去恁遐。伫主的内面，伊是我亲爱佮忠实的囝，伊会将我甲基督耶稣结合的模范，就是我伫逐所在、逐教会所教示的事，甲恁提醒。恁中间有人想讲我袂去恁遐，就自高自大。若是主的意思，我念咪会去恁遐，迄时我就会知遐个骄傲的人在讲啥物，嘛会知因会当做啥物。因为上帝国的实现，毋是靠言辞，是靠权能。恁爱倒一项？我去恁遐的时，恁爱我举锤啊，也是带温柔疼叹的心。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教示，伊亲像一个做老爸的心肠来教导当时的信徒，伊也毋望这信徒会通伫基督的内底无自高自大，因为伊要成做因属灵的模范。伫咱的每一天中间，咱是毋是伫所行顶头，也会通成做一个属灵的长辈，互咱的后辈来学习，来成做因的模范呢？求主帮咱，互咱用疼痛的心来鼓励信仰的后辈，努力伫信仰顶头来追求。愿主的疼，甲你撒甲你地，耶稣疼你，赐你平安。